新闻一开始，赶紧来关心到咱的天气。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气象署发布大水豪特报。这宜兰地区今仔日是在落大雨，真侪所在拢伫咧阴。亲像五间的一间餐厅，人客食饭食到一半，这肚骹就开始淹水啊！那苏澳呢，也有所在淹水，民众质疑讲是排水设计不良所造成的。那讲到这宜兰的新马站含这苏澳新站之间，也因为水淹甲平天气路阁较悬，影响到这旅客运输。那讲到这南安国中是宣布讲提早放学，避免这大雨淹水造成意外。袂过啊，唔好过啦！哎呀，封锁线拢扭起来啊！骑奥多摆差一点直直冲过去，宜兰罗东运动公园边仔四维路，消防人员紧由封锁线，避免民众挖过去积水遐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宜兰是出现淹水的灾情。东山乡真侪店家拢较紧用沙包来挡水，但五个有名餐厅袂赴欢迎，只好安尼做。哇，你们这样用餐哦？这样用餐的感觉怎么样？流水席啊！一开始手会只到这里，吃一次鞋子会飘。但是画面来到苏澳，在地居民看到家园变怎呢？敢若规片海，真正是笑袂出来。这个排水设计有问题。已经出水界哦，唔是就这大，就较大一点嘛。多淹吗？加积水，打遐大条出到水，安尼就咱咧放尿咧。好到8度淹嘛啦。好到淹嘛，唔是第一摆就对啊。好啦，慢的啦。就是淹到超过脚踏夫，骑奥多摆，搁爱骑去哩人行道，才会当通过苏澳的圣澳路。其他机车为无险通过，地势较低的所在甚至规浸水看无。苏澳南安国中紧急通知家长，提早接囡仔回去。因为雨大的影响，提早大概45分钟。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天也暗，好，然后雨又这么大，怕家长们等一下的接送不方便。铁路的运输嘛受到积水的影响，新马站到苏澳新站，因为铁轨道一大片拢积水，东西向中阁停驶，民众无法度登去华联。知道要等多久吗？不知道啊，那怎么办？因为乌台说改搭别的交通工具，可是往花莲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啊。下午2点32分有通报，就是因为水淹过轨面，所以双线不通。目前都在前后端的车站在等待水退之后就会恢复通行。在新马路桥那边可以铁轨被看不到这样的距离的长度大概有20米左右吧。台铁已经通报公务单，而且派人去监看。受到东北季风含极境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宜兰闪大雨到12下晡4点，全台雨量集中伫东北部。宜兰加起来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。公路局宣布讲，台到登山苏澳到东澳的路段，无排除已经成的封起来。居民嘛希望积水紧退，紧恢复家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